哇，讲到好天时出去了，是不是吃到同欢喜啊？我哋好心咧也词汇老短记了以后，接下来就会学了记性较好嘅部分了。其实啊，讲到也记性吼，短剧地位都有提到，你也查表係乜嘅事件呢？你嘅记性啊，除睇你旅行做得用以外，其實呢，上班嘅時節、上學堂嘅時節、拜訪親朋好友嘅時節，都做得用到也記性哦。嘅你出來學習一下詢問車班嘅時間，到底應用辦公呢？嘅你出來學習也到底應用嚟講咯。也查表乜嘅時間開？這班車什麼時候開？南西燕應用辦公呢？夜茶表乜嘅時間開？夜茶表乜嘅時間開？而做的應用講，夜茶表早晨10點開，這班車早上10點開。也係你咪做得講，夜茶表下晝1點開，這班車下午1點開。也係按部嘅時間，夜茶表按部8點開，這班車晚上8點開。哇，你條記性大家都會冇啊！哇，規劃嚟按好嘅行程吼，旅行啊，聽錯係同歡喜嘅事情錯冇啊。唔過吼，上次還會讀到一系列細細嘅事情，比方講啊，我冇輔導查表，也係路途當中我衝走咧，但是沒有當到驚喜嘅事情會發生，兩條都係同好嘅回憶哦。唔過講到下面，然後睇的還會發生那條神奇嘅事情呢？也下，然後向下來看咯。